廣泛用於節慶、工地臨時建築、大廈維修等。去年本港有嚴重嘅竹棚火災，安裝煙霧或者溫度感應器係唔可行嘅。喺2024年，我曾經嘗試做過碳化竹可以導電嘅實驗。常識科教過我哋鉛筆芯可以導電。我哋將鉛筆芯加上木蠟油，製造導電塗層。長度越長，電阻越大；直徑越大，電阻越大。溫度慢慢增加，電阻一直增加。燃燒竹子，電阻一直減少。檢查 P0 嘅數值嘅變化嚟發出警報。Microbit 冇警報，原因係因為單支竹子嘅電阻變化達唔到系統嘅要求。我哋多增加一個 P1 嘅檢測點，咁樣4支竹嘅電阻變化都可以檢測到。希望透過呢個研究，可以揾出繼續安全咁樣使用竹棚嘅方法。